位伫七股区的大甲国小18号下午，伫校内因接了几位特别的新生员，就是桌顶看到的机器人，会有这5只机器人的原因，就是这几年积极伫台南发展的力量能源，为了回馈台南的乡亲，伫了解到大甲国小的需求后，特别捐赠了机器人甲鹦鹉机器人课程的经费。校方也特别举办捐赠典礼，并送上感谢状。同时，这届也会甲台南大学来合作，将为偏乡的教育来尽一份力。因为在我们得知，就是独家国小他们其实有一个英语机器人的计划，那其实有了一个好的软体，那却缺了硬体，所以在我们董事长黄志文知道之下，就全力的指示我们一定要促成这件美事。那所以这一次我们公司也捐助了9万块，那协助硬体就是机器人，那我们分别会有5台力量机器人，那另外呢就是也会协助他们课后的一些课后辅导的经费。对，那希望能够协助这些偏乡的孩子，那让他们可以用更多的资源去学习，就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对，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力量也有推一个力量小学堂的圆梦计划。那这一次经过3年的一个推动，其实在台南的部分已经有累积了323人的受惠，那总共有161.5万。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协助这些清寒的孩子来翻转这个偏乡的教育。经费会用在购买机器人，以及我们机器人上课的时候的老师的钟点费，以及我们助教的钟点费。那这个区块呢，非常感谢这2个单位，以及我们台南大学学务长邱敏杰邱学务长，他本身也是我们独家国小毕业的杰出校友，是他的牵线我们才跟李建新李教授，就是资工学系的李教授能够这样来合作。那我们希望未来在课后照顾班这个区块呢，能够导入让弱势的学生能够优先来接触到这一块的学习。我们目前会以16堂课。礼拜3下午每一个礼拜2节课，那结合为台湾而教 TFT 的这样的英文老师的介入我们希望这个区块能够在我们独家国小把它当成是一个基地，再陆续扩展，也希望力扬这个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在其他的学校也能够持续来推展，来照顾我们偏乡的小朋友的学习。会长也邀请投入机器人教育多年的仁德国小，伫学生的展示之下，呈现因的成果。未来仁德国小也将会共同甲大甲国小来合作，会使看到现场大甲国小的学生拢对机器人非常的好奇，对着未来的课程也相当的期待。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